有一次 Diddy 同另一個男妓喺佢身上屙尿落佢塊面，當時佢只有22歲，佢唔敢譯佢哋意思，佢當場落淚。Diddy 同佢拍拖關係嘅初期 Diddy 已經要求佢同另外一個男人發生關係，話 Diddy 中意睇。而一個戴住套嘅 Cassie 上庭時候話，當時嘅 Freak Off 白色派對喺好多酒店房度有一陣味，每一個入去酒店嘅 guest 都要身上搽滿 BB 油，每一個人都係發亮，門上邊啦、牆上邊啦都會充滿住 baby oil。開庭咗幾個禮拜 Diddy 事件 trial， 唔係好想講嘅已經好似講晒，同埋大家鋪天蓋地講，因為好似大家都係初期嘅階段。而家有17個 witnesses 已經被叫上庭，有男妓啦，有多年嘅女友啦，甚至有其他嘅歌手。開庭第13日，Diddy 嘅前助手 Mia 話 Diddy abuse 佢，控制佢，打佢，甚至去佢床上邊強姦佢。歌手 Kid Cudi 上庭話2011年因為自己同 Diddy 前女友 Cassie Ventura 拍拖， Diddy 揸住支槍去佢屋企，話想殺死佢。5月16號 Justin Bieber 其中一個所謂最出名嘅一個受害者，透過 representative 澄清其實自己根本唔係 Diddy 嘅受害者，之前嗰啲所有影片只不過係人哋嘅猜測。佢似乎想同整件事件保持一個距離，但仲記得幾年前佢出首歌 Yummy 去揭發呢啲咁樣嘅戀童事件嘛？就算佢唔係直接受到 Diddy 搞，都一定受過嗰一種苦。大型性愛派對 BB 油作為一種儀式嘅嗰種苦，咁出名要承受嘅嗰種苦。Diddy 係基嘅，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男妓嘅人數多過佢嘅女朋友，對女人嗰種暴力更加去到憎女人嘅程度。同性戀 BB 油好多明星只係大家星期5、6晚冇嘢做去互相一番。Ashton Kutcher 啊，佢之前嘅舊老細 Tommy Mottola， 最有錢嘅 rapper Jay-Z， 甚至 Beyonce， 佢哋全部有份去呢一啲嘅 party， 全部都只係為咗玩。大派對有冇一個更深沉嘅意義？我覺得有一樣嘢 court system 係唔會講，或者整個法庭事件後大家都會未必知道，可能呢一啲嘅所謂 party唔係淨係為咗歡樂咁簡單，一個人單獨做咪得，點解要需要咁多人嘅能量，有機會俾自己啲秘密人哋知道？我之前喺會員影片講過，其實 Diddy 佢個背脊有一個女人或者係一個女魔神嘅一個 tattoo， 係海地巫術中可以傳給你一啲邪惡力量嘅一樣東西嚟嘅。咁下面第一個連結體，但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荷里活好多呢啲嘅大嘅 ceremony 啊、大嘅典禮啊，都係一啲嘅儀式，台上私下事上要大型儀式去維持呢個優勢，而 Freak Off 似乎係呢一樣嘢哦。認真到 Erica Kennedy 一個作者曾經預言過 Diddy 呢啲嘅性愛派對最後俾人殺死，所以今日影片會分成3部分，講呢一種嘅儀式性愛派對有邊個其他名人係 involve 呢一啲事，然後 Diddy 事件被提及，對應翻 Diddy 法庭啲人嘅口供。大家好，又係我暗網仔，一齊入呢個法庭入邊深處摸一摸。平台 Life is Spiritual 有2個前歌手 Tim Simon 同埋 Erica， 經常講娛樂圈嘅黑暗面。Tim Simon 講佢同 Diddy 嘅經歷，話當年喺紐約嘅時候，佢個經理人 Andre 帶佢去佢個 studio 度見 Diddy。當時 Diddy 助手見咗一個 Tony Vick 嘅男人，同佢講：喂，我帶你哋上去，但我要澄清，我同佢哋唔係做同一樣嘢㗎。佢當時唔係好明白嗰個意思，最後同 Diddy 嘅合作都冇成事，就話幸好若果入到去嗰個核心圈子，為出名一定要用性嚟做黑魔法。點解咁多明星成日同人瞓啦？淫蕩除咗玩，另外一個原因係懂得利用性呢一樣嘢吸取嗰個人，英文叫 blessings，即係佢嘅福分，帶住嗰個能量上台唱情歌嘅時候，容易吸引女觀眾。Groupie 嘅 van 啲歌手出去表演，有成堆女出場之前就係要搞。技術性啲嘅解釋就係一個克爾默斯呢樣嘢就係巫術嘅源頭，用煉金術利用人體入面體液做出想要嘅結果，而同嗰個男星瞓完之後，嗰啲女嘅事業啊、健康啊，一切都會開始走下坡，因為嗰啲福分俾咗嗰一個人。同妓女瞓嘅男人，佢哋嘅人生都會走下坡，因為懂得呢啲性黑魔法嘅人係 serve 緊一樣嘢，無論你係荷里活定係色情行業，都係佢
更核突嘅係，如果係男人同男人用 Diddy 嘅 BB 油，嗰個力量喺嗰個人嘅入邊灑翻出嚟更加大。Reggie 訪問中話自己同 Kim Kardashian 有去過 Diddy 嘅派對。Kardashian 家族係美國現時最出名嘅明星家族，亦被話係巫婆家族。Hollywood 嚟自 Holly Tree 荷里樹呢一樣嘢，喺古時嘅時候有一種叫德魯爾嘅巫師用向人施展魔法。出席 Marina Abramovich 另一個儀式，另一個出席過 Diddy 派對嘅係迪卡比奧，佢嘅擇偶條件就係得一個，就係後生女仔。根據聖黑魔法嗰個理論，係唔係佢利用呢啲女仔吸取佢哋福分？雖然 Justin Bieber 話自己冇出席 Diddy 派對，但我曾經睇過一條片段令我好心傷。當時係一個 after party。成班人包括 Diddy 圍住 Justin Bieber， 好明顯係咩藥物啊、酒精嘅影響，不省人事咁樣，全部人喺度攬住佢，係嗰種嘅感覺。如果你真係同我講乜嘢都冇發生過關於呢兩個人，其實我唔相信。上庭助攻嘅 Kid Cudi 曾經着裙表演，話說所有黑人嘅 entertainer 都需要做呢樣嘢。將呢啲嘢對應翻法庭嗰邊。呢張相係2012年 Kid Cudi 部 Porsche 俾 Diddy 用一個酒精做嘅一個炸彈抌咗入去，而喺嗰個酒樽上揾到一個女人嘅 DNA。前助手 Mia 最後得到嘅係40萬嘅賠償，而佢係見到 Cassie 曾經俾 Diddy 打到個頭流血，跟過佢嘅女人都俾佢吸晒佢嘅福分。2016年3月5號喺 Intercontinental Hotel Century City LA 酒店有一個security guard叫 Israel Flores 見到 Diddy 同埋 Cassie 上6樓，出庭後供話 devilish stare 魔鬼的笑容。Sheree Hayes 一個男妓2012年曾經被 hire 同 Cassie 喺 Diddy 面前做愛，佢話好恐怖，喺個黑暗嘅酒店房間入邊，所有嘅家私都被蓋住 ，Diddy 着住一個 veil， 好似做一個咩儀式咁樣睇住佢哋做愛。呢度只係一小部分出過庭嘅人證，但有一個係永遠都出唔到庭。就係 Ali Carter， 曾經有一個女仔話被美國嘅地下通道被賣到 Diddy 嗰啲派對作為一個 party favor， 不停吸取佢福分嘅行為，但近日被話失蹤。佢曾經片入邊講過嘅事情，比主流呢啲法庭講嘅嘢驚人得多，話自己會綁喺一張台度。有一個訪問，第二個連結就係去會員嗰度睇啊，亦都多謝會員，你哋全部繼續支持。根本上 Diddy 呢個事件最醜惡一面根本上唔會俾大家睇到，有陰謀論甚至話佢係想隱藏另一樣嘢，到底係為咗隱藏啲乜嘢？係唔係 Epstein？ 知道 Diddy 殺過幾多人？佢背脊背後嘅黑魔法可以有幾犀利？荷里活可以有幾黑暗？美國地下可以有幾繁榮？只係希望最重要嗰個證人 Ali 而家係 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 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而並唔係同個真相一樣石沉大海。